係單通噩夢模式嘅教程啦，係啦，比較簡單，係好好用。抌晒身上面啲嘢就冇咁重啦，之後就可以回復啲體力，就可以快啲。之後我哋先行到第一個柱先，等佢過嚟之後，我哋就開始同佢喺度繞柱，係咯，可以喺度攞定把槍啦，時不時俾夜鷹一啲傷害咁樣，比較好打啲。呢個柱倒咗之後，就可以用香口去下一個柱咯，係。你是我未曾擁有無法捕捉的親昵，我卻有你的吻你的魂你的心，載着我飛呀飛呀飛，越過了意義。你是我朝夕相伴觸手可及的虛擬。啲雀呢，喺佢形態轉換之後再打，咁樣會方便好多。等佢撞晒4個柱之後，再去打啲雀。固執有趣的零星，固執無聊的有趣，平平淡淡關注了情緒，固執聲音的意義，固執空洞的聲音。之後喺佢轉換形態嘅時候，可以補少少血啦。補完差唔多嘅時候，佢過嚟你就可以攞支武器去打啲雀啦，可以造成大量嘅傷害。其實差唔多打晒4隻雀，好似就啱啱好咯，所以佢後邊就唔係好難打。之後大家都記得返去門口嗰邊攞返之前本身擺低嘅嘢啦，唔係嘅話好容易唔夠錢走啦，係咯。因為都比較驚佢突然間碌啲綠頭出嚟啊，其實喺前面見到一個綠頭啦，所以先解決佢，所以我後邊都冇乜點探，差唔多夠錢就走。你是我未曾擁有無法捕捉的親昵，我卻有你的吻你的魂你的心，載着我飛呀飛呀飛，越過了意義。你是我朝夕相伴本身以為呢度轉入去咧，直接就係嗰間監獄房啦，點知唔係，仲要兜路，之後懶得兜路就諗住算啦，直接走啦，反正好似夠錢啦都，係咯，之後就直接走。其實呢個都比較快揾到嗰個繆斯房喺邊，所以就狀態本身就好好咁樣去打，所以就比較簡單咯。有時就非常多綠頭，之後又揾唔到繆斯房就好煩。即係就係未去到繆斯房已經俾人揼死咗，所以其實快揾到繆斯房都係一件非常好嘅事。就咁啦，拜拜。